新竹市的新区国中，今年伫国中会考结束了后，拢会利用学校边的公园举办学生爬树的活动。学校也讲，这学生除了学习到风险管理以外，而且佫对这爬树的过程当中学到团结的重要性。这个课程也变作是学校的特色课程。然后这边如果怕太长，还可以再打一个8字结。教练教大家锁啊安怎拍夹才安全，过来导予学生6个人一组，利用锁啊直接爬起哩树仔顶。学生除了体验大自然，嘛学习排除困难甲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有一点怕，因为树蛮高的，就是虽然我不是很怕高，可是那个高度还是会有点害怕。虽然前面很困难，可是突然成功之后回头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困难的事情。因为一个人只有2只手，那团队2个人就有4只手，分工就人手多，那也比较快。新竹市新科国中今年国中会考考试，拢会在学校附近公园举办，予学生爬树仔的活动。除了予学生伫毕业进前会晓勇敢面对挑战，也希望透过课程，予学生培养珍惜环境的观念。学生在攀树的课程里面，他体验到了就是除了就是亲近大自然、爱惜大自然以外，那另外就是也去做风险管理的部分。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，就是透过攀树，我们要让孩子去挑战自己，然后尝试自己无限的可能性。校长讲，爬树的课程除了有请专业教练以外，也有做好保护措施。学生在体验过程中安全第一，上重要的是，让学生囡仔了解未来路搁真长，要勇敢挑战家己，面对未来。记者刘君和，新竹报道。